Hello Kelvin，Hello Howard，好開心今日可以邀請到你上嚟同我哋傾偈啊！最近呢一部日韓大熱嘅 Dual-Type 好受歡迎啊，相信有好多客人都想了解多啲呢一個療程。你好，我係 Kelvin 啦。我哋呢部 Dual-Type 咧係啱今年2025年喺韓國嗰邊正式開賣嘅。咁我哋亦都係好榮幸地啦，年中嗰陣時咧，我哋可以同韓國嘅廠商攞到呢個港澳嘅代理權。咁喺呢個呢一年裏邊啦，年中開始啦，我哋做咗好多部署啦，亦都好多客人開始知道呢部機嘅獨特嘅賣點，可以同軌雙攝，可以打出3.0同4.5兩個層面嘅 HIFU 出嚟。喺呢個獨特之處咧，係得我哋呢部 Dual-Type 先至有嘅啫。咁同埋呢部機咧已經攞齊咗韓國嘅 KFDA 嘅認證㗎啦。咁呢一部提拉儀器，好多客人都知道佢係全球唯一一部可以同時同步做到雙層提拉嘅儀器。咁到底佢係點樣做到呢一個效果呢？而同時同步做到雙層提拉，對於我哋嘅客人嚟講，又有啲乜嘢好處呢？我哋呢部 Dual-Type 直谷音波啦，係有一個全球專利獨家嘅 Dual Care 治療頭，可以做到單軌雙層迴旋標式嘅治療4.5筋膜層啦，同埋3.0嘅膠原層，可以做到同時精準地做到筋膜層嘅提升同埋膠原層嘅緊緻飽滿效果，做到一個最完美嘅面部輪廓順滑嘅治療療程效果。其實市面上好多嘅提拉儀器都話可以做到筋膜層啦，而我哋呢一部 Dual-Type 就話可以做到3.0mm 同4.5mm 兩個層面。咁到底呢兩個層面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呢？而我哋呢一部儀器係需要做到呢兩個層面呢？4.5筋膜層咧係定義我哋面部嘅輪廓啦，而3.0真皮層咧係令到我哋面部嘅膠原比較飽滿啲嘅。如果做到4.5同3.0同時做兩個層面咧，可以令到我哋嘅面部輪廓回復年青時候嘅狀態嘅。聽講呢一部 Dual-Type 可以做到即時嘅效果喎，其實佢仲可以做到啲乜嘢效果呢？提拉收緊呢啲功能不在話下啦，聽講好似連溶脂都可以做到喎。冇錯啊！直谷音波除咗可以做到即時嘅提拉效果之外咧，我哋全球獨家嘅線治療效果咧，可以好似兩條發熱線咁夾住我哋嘅面部脂肪，去做到一個溶脂嘅效果嘅。而家市面上做提拉效果比較出名嘅，可以話係 Aferapy 啦。其實呢一部 Dual-Type 同其他嘅 HIFU 儀器又有啲乜嘢分別呢？而 Aferapy 同 Dual-Type 又應該點樣選擇呢？好啦，Aferapy 咧往往都係會俾人覺得好痛啦，好多客都唔想做呢部機嘅。咁但係我哋呢部機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佢有4種模式嘅。其中一個模式咧，佢可以做一個4.5行線、3.0行點嘅。咁喺呢個模式裏邊咧，最緊要就係幫到啲怕痛嘅客打 HIFU。聽你咁講 Dual-Type 好似都幾適合我哋嘅客人喎。不過相信客人最想知道嘅係 Dual-Type 做完之後嘅效果可以 keep 到幾耐呢？而療程後唔同嘅時間段又可以有啲乜嘢嘅效果呢？最緊要係幾耐需要做一次，而之後又應該點樣去護理呢？其實Dual-Type 咧，我哋一做完之後咧，大概可以 keep 到1至3個月嘅。咁好啦，但係有啲客人如果佢想再加強啲，可以延續嗰個效果耐啲嘅話咧，佢可以配搭埋一啲唔同嘅儀器去做嘅。例如佢想再加埋保濕嘅，可以加啲保濕嘅儀器啦。另外佢可以做一個光澤嘅話，佢可以加嘅呢個 laser 儀器啦。甚至乎如果可以用埋我哋嘅 Oligel X 嘅話咧，佢可以再延長咗成個過程嘅。譬如可以做耐啲嘅話咧，可以有幾耐到啊？我哋甚至乎可以咧1至到2個月去做一啲唔同嘅治療模式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面部輪廓係做到最完美嘅效果噶啦。我知道呢一部儀器係可以有唔同嘅模式喎，咁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介紹下唔同嘅模式係適合邊一種客人同情況呢？咁我哋可以為客人提供一個個人化嘅治療方案啊嘛。我哋最獨特嘅 Dual Care 治療頭可以有4種治療模式啦，包括4.5行點啦、3.0行點啦嘅點治療模式，係做到一個最強效嘅緊緻提拉效果啦。而一個點線即係4.5行點啦、3.0行線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相對溫和嘅提升效果，同埋做到一個膠原嘅飽滿效果嘅，咁令到我哋面部輪廓會飽滿啲啦。而4.5行線同埋3.0行點咧，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最獨特，亦都係最標榜嘅一個怕痛星人治療模式啦。而4.5行線、3.0行線咧，雙層行線好似兩條發熱線夾住我哋脂肪，呢個治療模式咧就係做到一個令到我哋雙下巴消失嘅效果啦，同埋令到我哋包包面咧收緊翻嘅一個
治療效果模式嚟嘅。其實我喺坊間都見到唔少公司話會不限發數啦，其實係咪做得越多發數越好嘅呢？而針對唔同嘅皮膚問題，又應該用幾多發數呢？好啦，其實如果丟梯咧，我哋可以當一個比喻咧，出面嘅坊間啲客話，啲公司成日話打無限發數，其實唔可以咁樣計嘅。譬如等同於你去食自助餐一樣，你食幾多樣嘢，可能好雜亂嘅，但係未必可以滿足到你嘅。但係如果你用一個omakase嘅原理去諗一樣嘢，好似我哋部丟梯，佢有4個模式可以去打噶嘛。咁我哋每一個治療師佢可以因應唔同客人，我哋可以針對用一個唔同嘅模式，幫你嘅客人去根治嘅治療，大概可以由100發去到500發不等嘅情況之下，令到你嘅客人滿足到佢個需要，咁已經係一個幫到手啦。仲有我哋嗰個丟劇嘅頭咧，等同於一個 double 嘅發數線數，已經係比市場上面更加超越佢哋所講嘅發數啦。相信有接觸開 HIFU 儀器嘅客人，對於呢一部儀器都已經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啦。但係對於初次接觸嘅客人，你又會點樣建議佢哋去選擇療程呢？好多初次接觸 HIFU 嘅客人咧，佢都冇一個概念，究竟點樣去做一個最好、最啱自己嘅治療嘅。咁我哋 DealCare 因為有4種治療模式啦，所以我哋治療師會根據客人唔同嘅皮膚狀況，譬如比較鬆弛嘅，咁我哋會用強效嘅點點治療模式啦。或者膠原流失得比較嚴重嘅一啲皮肉分離嘅問題咧，我哋會用一個點線嘅治療模式，用一個最啱客人嘅治療模式咧去做一個治療嘅。咁所以客人唔需要擔心究竟邊一個模式係最啱自己，治療師會揀一個最啱你嘅治療模式，幫你做一個最完美嘅治療效果嘅。對於有研究開美學嘅客人嚟講，相信佢哋都會有其他唔同嘅皮膚問題想一齊解決。咁有冇話建議丟梯可以配合邊一啲嘅儀器或者產品一齊做嘅話，效果可以再靚啲？或者對於一啲想解決埋其他皮膚問題嘅人嚟講，係一個相輔相成嘅組合呢？當然可以啦，因為好多客人佢哋都有自己嘅要求。咁如果一般我哋丟梯咧，佢可以配合水分嘅儀器去做啦。做完丟梯，你可以做一個保濕嘅儀器去做嘅。亦都咁樣講，除咗做完丟梯之後咧，你可以加強嗰個美白效果，你可以用一個 laser 嘅嘢去做啦。咁甚至乎，如果我可以再加強嗰個膠原提升嘅效果，再強啲嘅，可以配搭埋我哋 Oligel X， 可以做完呢個丟梯之後咧，加 Oligel X 一齊去做咧，咁成個 treatment 咧嗰個lasting 嘅效果咧更加耐、更加持久，同埋更加可以俾到個客人嘅滿足感嘅。最後就係想問下，有啲乜嘢類型嘅客人係比較適合呢一部儀器呢？而唔同嘅年齡層去做丟梯，又可以達到一個乜嘢嘅效果呢？矽高音波咧係適合所有年齡層嘅客人嘅，包括輕熟啦，可能18歲至到20零歲啦。膠原其實開始流失嘅年齡嘅時候咧，咁我哋建議可以做一個線點嘅治療模式啦，刺激翻我哋流失緊嘅膠原啦。而去到30零歲，甚至乎去到50歲咧，一啲皮膚開始鬆弛緊嘅皮膚咧，咁我哋會建議用一個點點啦，即係4.5行點啦，3.0都行點咧，一個強效提升嘅治療模式啦。甚至乎我哋去到年紀可能比較大啲啦，雙下巴開始出現啦，咁我哋可以用一個線4.5行線，3.0都行線，去令到我哋嘅一啲雙下巴消失咗。咁所以咧，丟梯矽高音波係適合任何年齡層嘅客人去做嘅。有條問題想考下你，可唔可以講一個市面上比較少人知道對於丟梯嘅冷知識呢？好，咁啊，趁呢個機會啦，我講少少關於丟梯嘅冷知識啦。丟梯呢個名咧，我將佢拆解做2個字 ，duo D-U-O 就係即係雙層咁解啦，做到4.5、3.0兩個層面。Tight 就係 tightening 咁解，咁即係話咧可以做到雙層4.5、3.0嘅雙層緊緻提升效果。咁呢個就係丟梯嘅真正意思啦。丟梯同 Oligel X 都係市面上好多人追捧緊嘅儀器，而兩部儀器都係你哋代理嘅。如果要你只可以揀一部儀器去做嘅話，你會選擇邊一部儀器呢？又或者應該點樣去做呢？ Why not both？ 小朋友先去揀嘅啫嘛。所以我哋呢部丟梯即係矽高音波啦，同我哋嘅 Oligel X 咧，其實可以夾埋一齊做，完全冇問題嘅。所以你叫我揀，我真係兩部都一齊要做最好，兩部一齊做。係啦，冇錯。
相信大家都已經對 Dual Tight 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啦。如果你都有問題想了解多啲嘅話，不妨喺下面話俾我哋知啊！